要练多久？我大概去他家3次。哦3次，就这样晃要去3次，要去他家晃3次。作此必送。声音有较好嘞吗？用个吃奶的力气哎呦，飙呀，对呀。哦，你按多些还得生呢。三姑娘不能从啊，心无开哟，莫从我的心上，闹热搭擂台，闹热强下来。好，今日冠军积分赛第5礼拜，哎呦，第5礼拜哈，嘛个意思啊？因为都还有个动紧张的，所以要重复3摆。白热化了对对哦，太感浑身解数好啦。了，哎呦，积分赛比赛规则，大礼拜有无强用的主题，先输这主题演唱一首歌的，积分最高的前5名，做得今年年度总冠军的比赛哟。今日评审欣赏有，起这边欣赏，起这边欣赏，落个来欣赏，总会欣赏。比赛之前介绍完的规则啦咧，哈，第5礼拜，好，一礼拜抢到后上的就讲，好，起这边欣赏。今比是Super Idol 超级偶像的合作赛，唱歌的当然来合作的偶像无选分数，爱选参赛者的分数。不过咧，要爱看佢的表现的整体性啊，还有默契，这都在评分标准里面。不过我希望今比强用会当好看，鼓手讲大家加油。啊，唔嘅根本你当日都当好看，嘿哦，当礼拜都当好看。哎呀，是，好，格格真合，哈，第组的来宾係乜嘢呢？林心怡到底谁让她又爱又恨呢？分享王一言带来衣柜。来，头讲啦。我今天呢找来了金曲歌后黄瑜娟来帮我加持，我非常佩服她小年纪呢就能登上金曲奖这神圣的殿堂。她呢对我非常的严格，我可是经过一番魔鬼式的训练，相信今天一定能让大家惊艳哦。衣柜又来咧，爱看电充满爱嘅意又伤心意。已经不记得，安用书灯孤单又几多年，爱不想离开。因为梦你还没转来，只是爱相信，只剩孤单，不会离开我。叫呀叫过来，注定的事情。仍然不会改变，无字对爱来讲，其实只是流过面容的遗水，将一层太易，路过以后，一切将会归于。爱的习惯，输得孤单，输得悲伤。衣柜又来咧，爱和爱相依紧扣。衣柜又来咧。只剩
个画面，这个有点像母女的感觉。喂，谁是母，谁是女？没啦，姐谁是母，妹谁是女？姊妹婆，姊妹啊，姊妹啦。姊妹。所以宇娟是你的偶像啊？是啊，哦，你用办公嘞？就是我有买给出的那个专辑，是，对啊。哎你呦，看那 TP 大天发轮癌不下，是吃下亲癌。哎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呀，他买专辑的几率真的懂事哦。对呀，是然后他还亲自送来，哎呦害我真的哦，那么辛苦，现在卖真的啦，唱片还要经济亲自真的很送。不好哎，自己宅配。无啦，其实迄人味向爱感觉到，你下真件愿意唱爱歌曲嘅人，其实不论佢哋哪度毕业，只要爱有法度亲自送歌，佢爱一定会送。更除了卖嘅唱片欣赏嘅嘅歌语以外，那欣赏嘅那方面？舞台魅力。主要是还有于娟，她有唱歌的一个部分是高音的部分，苏豆安的也声音相当的喜爱。哦，对，她常常模仿你的高音呢，真嘅呢，但都没上去了。哦，没有上去，还要再加强。来，廖妹子哈，要批好多同学，啊，歌有好听哈。来，唐那位先生来讲讲。哲伟老师，今日开始来看到，不管他的服装，不管是装扮上班，我就知道两个人是懂用心的。我相信于娟伫咧歌唱底边都一定懂演，非常的严格。我很喜欢这种用在声麦，感觉像在对话的感觉。特别是主歌的部分，前面主歌因为于娟在带你，鼓手讲你大吉弹能给时间，我觉得你们的实力是相当的哦。是相当的哦，不过他打上来，除非进到副歌的时候，两个人变齐唱的时间，你要上出比是太难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你可能冇清楚啲弹给唱嘛该，估计给他唱。鼓手讲有场是唱的自己太投入的时候，你反而 pitch 也没有准，你专一看播出来的时间，最尾记数电自家给人家引出跌退的。数电比手，数电起来。不过今日大致上来讲表现是很好的，恭喜。是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只是这首歌对不对？这个因为今天主角是新宇嘛，对是对，雨间有点，对不对？越界，你应该跟他搭配一下。他不要唱。也不是不要唱，不要唱他来干什么？你真的用点这个二部的方式，要不然你这整个就把他干掉了啊，是吗？对吗？真嘅。那要重来吗？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看分数，看分数就对了。好，林生怡的分数。好高分哦！哎呀，恭喜你生怡。对啊你的，找到一个好偶像来帮你分数按够。有天数都有之后，谢谢雨间的天数啦哈。他还记得那个时候买雨间的唱片，给我亲自送给你啊！啊，这些谢谢，好了，会做消息。好嘞，杀了呢。天云，今日带两杀了哟。哎呦，留一桶到留一层，带了 I want you。哦，唐讲，批云今日要跳舞呢。真的假呀？哦。那么好看呐，太假看落去哦。绝对冇转台了，看啦。一同刘以晨真係我嘅偶像，特別係跳舞嘅部分，為到一百嘅比賽，我花嘅動作嘅時間來練習。大家千萬做唔得轉台哦，我沙定為大家帶來一場精彩嘅表演。
哦，哇，刚要舞台要心了，一晨一彤，主持人好。哎呀，一同一晨哈，两姊妹真的好久不见了哈，好久不好见。久没有给你们看到了啊。你们两位是他的偶像啊？对啊，我是你偶像。哦，终于有人爱慕我这样子。哦，接到这通电话有他多什么？我想说，怎么了吗？然后呢，他就说，你可以老矮天数吗？矮会比说天数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就跟妹妹说，因为现在因为好搞嘅關係嘛，方面會關係，鼓手 Andy 帶嘅 voice 冇強用。所以我攝下去嚟練習咩冇人改哈，真的啊。啊呀，一團舞嘛有練習跳？有。哦。你剛冇看到佢跳舞啊？你剛冇？闖到山溝咧，我心啊！我想說他只有在那邊晃而已啊。要練一久啊？這已經不簡單了。這要練多久？我大概去他家3次。哦，3次，就這樣晃要去3次。要去他家晃3次。我學習衝嘅啊！突破呢，算是突破，真的。對啦，有唱到佢兩個團天數，個分數一定有加分，你應該相信。睇下欣賞的公平啊。詩慧老師，以畢業表演來講，其實我知道是一個很微妙的一個組合啦，哈，這種組合，啊，唔過譬如因為你張係主唱者，所以呢，點都係兩姊妹比你放得開。啊，唔過佢俾仰面係硬嘅上線，佢俾特別穩，好，你的聲線特別穩。啊，唔過亞述國外表現方式，係用安尼比較電子舞曲 dance 嘅方式來表現嘅話，你像家司機安尼搭唱嚟講 ，I want to 要種嘅搭唱嚟講，其實你的顆粒感可以再重一點。因為你都 dance 的唔是唱到很像情歌嘅方式，你應該在顆粒感再 power 一點。既然我跳舞誒，要用3本按好誒。示範，其實你再放開一點，整體有誒，暗公呀頭部以上沒有，那也很可惜呀。因為按你 dance 的舞曲來講，它是需要全身的，所以你從頭到腳，你絕對不能省略，冇不用睇那部分。為 V 都用加分的地方，OK 哈，安子 C， 對，安子 C， 好，來看分數，好，批云的分數，這個分數應該是上頭條吧，25分呢，老師。對啊，今天會給滿分是因為我看到佩云的成長，從來沒有在這個節目裡看到你唱一首這麼有 power 的歌曲。你把這個歌的 power， 我覺得就你個人能力來講，你已經把你個人能力推到極限了。雖然你唱的還是有情歌的味道，對，老師講的沒錯，你的顆粒感如果再多一點的話，不要那麼黏，不要那麼軟的話，可能分數會更高。但是我這25分是絕對對你的肯定，對你的聲音的肯定，對你今天在台上表現的肯定。嘉云配有嘉云哈，謝謝。哇，這個太棒的鼓勵了，好，25分呢，這個加油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安子 C 啊，兩位姐妹，安子 C， 多謝，謝謝。哇，好棒，開慶功宴，發下來。來場，有偶像滿年呢，很多翻案聽，已經要唱一個青蟲哦。哇！一蟲呢，觀眾朋友注意聽哦。呢度就是來。係，我哋唔嘅幕主看到了你，賣掉、丟掉、燒掉。好，來。夜拜真經特別深度，咩係影響到苗栗嘅客家人嘅創作歌手方安婷。這次呢特別把他的很特別的一首中文創作叫做《賣掉、丟掉、燒掉》，結合我清新我自家寫嘅歌曲，我哋嘅目中看到了你。希望這一次的合作會讓大家知道非常的 rock， 然後讓大家嚇一跳，嚇到。
丢掉，烧掉，忘掉。卖掉，忘掉，烧掉，忘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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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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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仲爱看到你，爱的呀嘅目中爱看到你声音，爱的呀嘅目中爱看到你，爱的呀嘅目中爱看到你声音，爱的呀嘅目中爱看到你，爱的呀嘅目中爱看到你声音，爱的呀嘅目中爱看到你，爱的呀嘅目中爱看到你声音，爱的。哇哦！掌声鼓励一下！哇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来，往中间靠，往这个那么长一支会嘟到我，可以吗？雨乔哈，每一次真的让我们节目真的增色很多哈。对。啊，对呀，请到这么优秀的老师来，这两位好像都是两位大师帮忙编曲。美国加州什么？美国对，有练2年。哦，练了2年学校啊。那听说你以前不是练古典的嘛？怎么会现在玩这种？这种。对啊，就是他以前弹古筝的。哦。哇，你以前是弹古筝的，那熊熊要跳到这个地方。因为高中开始弹吉他之后，就觉得就爱上了。弹一弹就变成卢广仲的吉他手。哇！真的，这样他专属的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些他的巡回演唱会会跟他合作这样。哇，好棒哦！对，我们这节目真的已经开始就已经国际化。是啊。是啊。安婷，你是客家人吗？我爸爸是客家人。爸爸是。对对对。那会讲吗？不会，所以我爸爸应该不晓得他看到这个会怎样，就是他看到我终于就是有唱出就是客家的歌，然后就觉得他一定很开心。可是他前几天我在家里唱给他的时候，他觉得。有点在憋笑，就是，所以你刚刚有唱到客家话的部分吗？有啦，啊有吗？我就知道，我刚刚在看，我刚刚马上 Google 一下，然后看他的 FB， 他说，他就说今天好害羞，来上我们客家电视台，怕播出会被笑这样子。对呀，
很棒。不过那这个是你发新专辑啦？对，这是我发的创作专辑，其实是去年的。然后其实因为专辑名字叫《我的国语》，你听不听得懂？所以我本来想说，唱完今天的表演，然后问大家说我的客语你听不听得懂？雨乔的客语可能很多人听不懂。还好他也可以请叫他阿爸。阿爸，对，哇，好棒的一个结合哈！来，谈一下欣赏贡品。罗国立老师，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，有时候就像雨乔在了比赛之前，你还跟他把他懂烂嘛，对吧？哈，对啊，但是你看，给到他把国外推到另一个境界，树立另外一个新的标杆跟典范。我觉得很棒，尤其在闹的只有在闹的这个节目看得到。你的音乐不用讲，我从来不会怀疑，不会担心说你今天的表现会怎么样。我唯一的担心的就是你那个声音，它一直都还在。我真的是很担心你在唤醒那个声音。虽然我知道你自己很不 care 这个事情，可是我每次我听到你那个声音，我真的又被那个声音从画面清醒过来，一点就不迷幻了，但是很迷幻的、舒服的。突然间来一下，都掉出来了。我不知道该不该 care 这个事情，该给你扣分。我们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今天没有扣你的，因为你们表现太棒了。就像慧茹老师讲的，你们唱完他就讲一句话，就是专业歌手嘛，有什么好讲的？是，对不对？专业。所以我给你的分数也是很专业。那雨乔，对你就是要继续加油下去，继续唱客家歌，写客家歌，让客家人以你为傲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真的，对，好。那个专业，而且还会被自己吓到。这是我们的化妆师。来，好，还你要看一下粉丝哈。好，来瞧的粉丝。他们两个是你的偶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比我勇敢啊！他跟他爸爸说我要当客家人。哎呦。真的很少，现在很少年轻人会想要去对啊，他爸爸表示自己的意见。我必须要很严格的告诉你，就是说自己再好好想一想。先来看分数了哈，潘一涵的分数。乔的分数，哇，真的太棒了！看到这100分，好感动哦！恭喜！你看到100分，所有的参赛者，尤其是佩云，对不对？佩云，他到底要跑几圈才追得到？是不是？他现在脸好臭，你看看。啊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你们4位老师。安婷这个目前我的国语你听不听得懂？在一些这个通通都有在卖，网络上那个数位发行也都可以找。如果跟你买，你会自己送去吗？会，如果是老师买，我一定送到家门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 ，OK。好累哦！谢谢4位老师，谢谢安珠，来，我们一起介绍下一组哦。下一组是母女档的，带兔两只妹，刘飞琴带来11伞11挺，而从黑伞、黑茶、黑发。哦，咩董后堂哦，很好听哦，来弹过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飞琴。基本上我除了我感冒有松宝人穷下而从我自家写嘅歌，按到係山、係茶、係花。松宝人我知道記到比我好強嘅位數係記到第自家愛做乜嘅，未現在自家愛行嘅路，所以我知道我老幾嘅關係是從朋友，咁我咪希望基本上嘅歌做得當順利唱俾大家聽。山后旁2、3年来后后2、3年哦。人人太太泪解散茶花，拍解拍将因爱。人人太太泪解散
树下泡茶，阿婆都顺着人早时，韩国的人正错误，失困的茶香安尼发好香，因迄是茶崩瓜子，我迄是茶困法。 看嘛啥后背，然然太太泪该散茶吧，日泪两泪三泪是泪。阿公在树下泡茶，阿婆都顺着人早时，韩国的印象错误，失困的茶香安尼发好香，因迄是茶崩瓜。 是茶困法，山沟乡乡装点春郎，茶人强强又改天公香，发江泥里春天海，人烟头天安攀登，离开了，阿公的树下泡茶。 阿婆的顺着人早时，韩国的人将错误，一根的茶香安尼发好香，因迄是茶崩瓜子，我迄是茶困法。 哇哦，好温馨、好舒服的画面啊！黑伞、黑茶、黑发。按姿势，按姿势，好来，来。来，女儿，女儿。这是女儿嘛哈？对。妈呀！系啊。上次来的时候。头摆给2张吗？嘿呦。黑马是那2个奖金挑战赛的吗？对。啊！怎么一转眼？ 就亭亭玉立了。哎呦，时光飞逝啊，真的。也只不过那2、3年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我变烂讲哦。有吃嘛？无有吃饭啊。有吃。要说狗诶，其实加迄个就会一蕊山茶花，是不是？对。是吗？对不对？特别的意思的。去嘎下嘞。嘿。哦。在什么灵感之下想到这首歌？他们。 一开始是我在想，谁开始这唐音重山歌比赛。部妹是系因为记得去年去投戏曲学校嘞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，然后是每个礼拜都会等，就等他们可以回来，期待他们回到家里来。然后回来两下子边记得两在会告来教我唱戏。哦，所以刚刚那一首歌前面那一段是他们教我唱的。 他们唱的豆腐歌也很好笑。豆腐歌？豆腐歌又是什么？也是戏里面的歌。筹组的熟版。对。熟版。筹组的。筹组哦，筹组。阿醋豆啦。阿醋豆的好像是阿醋豆。对。豆腐。豆腐歌。哦，豆腐歌，你唱一下，唱一下。爱来烧豆腐。 奴来冲豆腐，价钱又便宜，营养真丰富，磨皮又磨骨，全部囤落肚，又可煎来又可炸，又可烧来又可卤，又可煮诶，可煎可炸可烧可卤，可煎可炸可烧可卤又可煮啊！好可爱哦！对啊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赵德武哎。你不要再讲他，我会一直想到他的画面。真的偶像，2位偶像。所以他们2个是你的偶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比我勇敢啊！他跟他爸爸说我要当客家人。哎呦，
哎，真的很少，现在很少年轻人会想要去哦，对啊，这个有这么表有客家示自己的心意见。他爸是我要跟妈妈。他就说我要跟妈妈一样当客家人。他说可以姓刘嘛。好样的。对，所以感谢你们两个哈，好样感的。谢。客家的未来就靠你们两位了，真的。所以读那个我也觉得很辛苦啊，去的时候天天都是我在哭。你怎么那么爱哭？每天都在哭，所以你每次来，因为真的很辛苦。比赛你哭是想到他们两个吧？就信教。哦。心走了，心走了。好棒的一个组合啊！来，慧茹老师，慧茹老师啊，刚刚好，刚还有这个合音部分，对，对，重唱部分，对。好，慧清，你们3个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，因为从你们那个一律发2律3律4律，你们最后那个律一起，3个全部的口型是一模一样的，我就知道你们真的有花很多的心在练习。我想要了解一下。那个黑石茶看法这句的合音，看法是谁唱的？合音都是我唱啊，对，你的那个看法，最后这个音要把它 hold 住，好，因为你的声音比他们2个再亮一点点，所以比较明显。因黑石茶崩瓜子，爱黑石茶看法。但是整体是很棒，然后最后一个。那个看法这地方，我觉得2个女儿的那个在转音的这个部分的过程很漂亮，可是你可以再进步，不要看法啊，不要多一个东西，看法啊，这样就不好听。你特别比他们突了出来，好，这个可能是你比较不是很了解这个的部分。那将来我觉得他们2个做得很好，看怎么样可以把法连起来，不要法啊，不要靠嘴巴去转换这个音。好，那但是我今天给的分数还不错，因为我听到你们3个人的共鸣是一样的，果然是母女，那个和谐度非常的漂亮。然后你们有花心思练，这是我看得到最棒的。慧清，今天我最喜欢的是你今天好自在。对。好，自由自在啊，无量自在。来看是不是100分？来，刘飞琴的分数。差一点点100分。哇，要当高分，厉害！对不对？很棒哦，好棒！妈妈也很棒，对不对？好，给妈妈抱抱吧。好怪哦。好，他一个抱，另外一个不抱。他们的相处模式好怪。下次有机会来参加那个传统组的，好吧？可以吗？来玩一下嘛，好。OK， 直接来哈。我们来一起来介绍下面一组的满意。潘以涵老邱连琴带来做一首歌曲。好，来弹歌了哈。今天邀请到金曲歌王邱连心老师来跟我合作，很荣幸可以跟老师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。私底下老师有教我这首歌曲的演唱技巧，希望今天在老师的合作之下，可以有很好的表现。月光娃娃好顺行，暗上老心都对你的思念，充满一堂。人群的路，那会有叹息，伸手相对不爱停歇，在你密密麻麻想的心思，爱充满一堂。做一首歌，飘来的第二个
按上老心都对你的思念充分一趟。人群里头哪会有谈笑，伸手三对不爱倾斜，真理密密麻麻写的心事，爱重复一趟。做一首歌跳来记得你的我，你该温柔从长长的发岸的影响。从后山到沿路，做一首歌曲的凉沙泪阿草，来来往往，幸福爱跳舞，思维相好。做一首歌曲，研究研究做伴你的星光头，双双相起来爱永不哎，我们的大明星啊！女生竟然比较主动，哎，真的哎，害我有点害羞。刚刚那个是怎么样？御花园的意思吗？就是相见，本来分开相隔两地，后来相见。我想要奇怪，唱这个合唱情歌怎么样分那么开哈？对啊，而且也干嘛？有一点微妙的距离啊，就是思念的味道。哦，刚刚所以是有排练好的，对不对？刚才在台上想到的，看得出来那个脚步看得出来，刚刚想到的。这个邱老师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可以找到邱老师？邱老师很忙的哎，对，他很多洗衣煮饭啊，对啊，吐声音啊，家庭主妇里外都是啊，里外都要兼具啊。那老婆去哪里？那么好的男人，现在在带小孩。所以他是你的偶像。他的生活跟想法好像很乐于去传承那个客家文化，其实我就可以感受得到，对，很强烈的那种感觉。对对，因为老师好像也有那个广播电台客家，有现在做带状的节目啦。哦，拱哈天推，拱哈天推，哦105.9，哦，你也有这个主持，客串一下。那个节目是 Kim 点哈 Music。哦，清点客音清啊！哎呀，介绍后堂的安尼流行歌曲。系啊，罗哥的歌也会播啦。我的歌你也会播。不是只有客家歌，是不是？我都播客家歌比较多。哦，播客家歌。对。那罗哥的客家歌什么？一直播谁慢讲啊？某伟，其实他以前有一些合集在收录在里面，还有一些像军歌进行曲的一些歌曲，我都有。有你嘅腳步，愛唔會輸。很正向啊！你没有老哎，你还记得哎？要盡到一落地方，这我常常听。我还是有为客家贡献一点点，很大点呢。是啊，都帮我播一下哈。我最近也出了一些国语的这个歌曲，也都帮我播一下。安插一下，我有给走对嘛哈。整集都播他的。罗哥特辑。安插整集。来，唐一下欣赏贡品，那边欣赏啊。这一片都是这位老师。怡涵，我先问你一件事，你今天跟你的偶像一起唱歌，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诠释这首歌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你做的龙来讲吗？我就是前面跟后面就是情绪不一样嘛。第一段就是很想念他，可是他不在我的身边，对。然后好像很多心事都没有人可以说，这样。好，那第二段呢？第二段就是终于可以见面，然后很急着跟他说，我这段时间很想念你。对。难怪你手就先伸出来了。好。对。好。我必须要很严格的告诉你，就是说这首很好听的歌，我很想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唱，原因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就觉得你们在各唱各的，然后我一直觉得阿 King 有啲我推底包度，可是怡涵某。
吃肉，你好像你们在隔空对唱了，就是没有在一起的感觉，就是在那个歌里。很可惜你一直没有在歌里，我一直很想要听到你后面有没有再进到歌里。你是不是很紧张？你是因为前面大家表现得很好，你紧张对不对？因为一开始做一首歌曲来纪念你嘅爱的时间，你甚至声音还有点破掉了。今天可能有一点点的小落差，你自己再好好想一想合唱这件事情，自己怎么样在歌里面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谢谢这位老师的看法。我们再来听一下世慧老师。世慧老师，好，阿 Ken 你好。世慧老师好。OK， 幸福爸爸哈。依涵，其实哈，刚刚其实赵薇老师已经跟你说了大部分了啦。哈，其实对我来讲啊，其实今天阿 Ken 呢，几乎是带着你在跑。你比较可惜的是，你太思绪在压住狗儿恩用的表情，所以你在分段，可是你一直在分段的状况之下，你太专心这一块了，你忘记顺风要杀你，张黑雅的剧情才是你的剧情，你忘记了他，你到最后才想起来把他牵手就来不及了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希望讲，其实阿 Ken 他是带着你做的非常好的示范，所以以后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。这样，好，安之 C， 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今天有点失常哦。好紧张哈。来看。我要给你显得宽了哈。邱老师有没有办法加到很多分？好，来，歌写的不好。你的写那么高了。哦，显得宽分数了哈。潘一涵的分数。有的差哦。没关系，再接再厉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！啊，谢谢我们的邱爸爸。下次有机会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冲后打锅问他个糖。好，安子姐，谢谢，安子姐。我来杀下来。陈崇军，哎呦呀，偶像演了黑衣呀！哎呦，蛤蟆呀！哎呦，奇怪呢。因为其他的青蛙唔怎么前面的蛤蟆呢？对，听说他们今天有不一样的表演。哎呦，冇共用哦。样板冇共用。哎呀。而今日老由周其先生唱烟花中感伤的一首歌。场君哈，穿个裙子，你以为这么简单哈？还找不到啊，里面还没穿裙子啊？对，它里面没穿内裤，哎，这都不能播了。作词比赛。声音有较好嘞么？用个吃奶的力气。哎呦，对呀。哦，你按多些还是什么？今天我要合唱的合作对象是尤兆琪老师。那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曲是《愿化作你肩上的一双翼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我在比季赛的时候曾经有唱过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带来全新不同的面貌，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希望观众会喜欢。谢谢。你们爱如期爱你，不定用伴讲出心中真情意。怪爱忽略了你，怪爱懵懵词不达意，常为无意。的心，研发作一眼送给一双翼，平移到天涯海角两相随，用爱与真心，换应最长的心，研发作一眼送给一双翼，风尘应给了心永不分离。用爱的友情束缚你一世一生意，研发作一眼送给一双
双意，因伊都听海讲相思，用爱的真心，愿意做成假情，研发作一眼手给一双意，风尘阴天流星永不分离，用爱的友情束缚你一世一生一世。怪爱忽略了你，怪爱戆戆词不达意，常为无意，伤也给心。哎，可以不要抱太久好不好？我现在还单身呢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快些哈，顺利哈，爽到太假哈。爽到太假莫足哈，哎呀，偏瘦啦，慢慢尽量。嘿嘿，不要紧哈，原谅啥个不敢能处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。我知道。真给呢？怎么了？那因为我们学习那个雨乔每次要突破。然后这个他要选又不选一个好听一点的歌，选到我这里面最简单唱的，又最没有表情的，对不对？画上一个肩上一双翼，刚刚好罗哥跟我们那个海君姐来唱肩上一双翼，那很有感情的嘛。对，我觉得刚刚那个前奏出来好美哦。是啊。然后你的声音，刚刚你的声音先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也是觉得哎，他有稍微变一下女性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但是蛤蟆先生的声音出来，我就觉得呱呱呱呱呱呱呱。他是男生啊，我是男生。对啊，我是女生。而且我年纪比较大一点，我说人家什么呱呱呱呱？我年纪比较大一点，因为人唱啊共演从来讽刺跟我我第一次那么认真听尤老师唱歌。你第一次听到啊？对，我听到他的歌。你的感想是怎样？啊，第一次。哈？觉得你亮啥当过分哦？用白。平常封门配啥时间没有戏，罗哥干嘛不走过去？就是不想走过去啊，绝对。他也是有，不是他也是有害怕的时候。不是啊，我们也认同，对不对？没敢讲哈，祝福你们这种组合。但问题是说，看到你们俩，我觉得有点想恶心。我们今天要表现就是男，这是同性这样讲哈。你看那个场均哈。穿个裙子，你以为这么简单哦？还找不到哈，里面还没穿裙子啊？对，它里面没穿内裤，哎，再就不能播了，再牵起来就不能播了啊！对，牵起来你就吓到了。不是你为什么这脚毛也不去弄一下呢？因为是男的，我今天还不是完全的女生，所以你今天是扮演他的太太就对了。是，但是男恋。对，断背山哈。这样可以哈。哎，我刚看到他内裤好大一件。对啊。怎么穿这种内裤？掀起来你会吓到。不是这样子要怎么评分呐？没有了，常经理的意思讲哈，就基本上哈，你看我在那边卧底那么久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是那么专业的一位老师，我感受一下，就是说当那个参赛者阿 B 这个你懂胎，第一点你要为了他要突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想了很久。对。你为什么还不过去？这边好奇哦。我想要下去。干嘛这样？哇有，我们希望哈，就是有不一样的心态哈，给大家。对了，对，要感谢场君啊。场君其实他最后几次哦，因为他也觉得他的分数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。哎，对，也赢不了了啦，哎，真的是。哎，所以他就绞尽脑汁啊，想要变化一些不错的一个表演方式，很用心，很用心。那个冠群教了你不少的，没有啊，这是我自己想的。哦，所以都是他的都是你教他的。也没有，应该是我们想法有些想法会类似，所以才会是朋友。他们两个好像，他们两个好像，咩姑咩乖啦，你只能冲狗味啦，然后咩姑咩乖。对啊，我有我事情要忙，所以最近我们比较少讲话。不能请几个啦。哦，天魔汉，魔汉咩？暗卡有汉。你较疯哈，我啲个复加出声音的，都时间较多。好啦，那唐先生的公平啊，要这种组合用法。伤脑筋哈，慧茹老师是这样子，因为 Gimme 是一个比赛。不是一个表演。如果今天是一个表演，你们这样的呈现，我觉得非常开心，我们看了会觉得好好玩，很有趣。但是今天是比赛，如果让我们看的只是
觉得会，因为我觉得是你的部分，因为你是女孩子部，女性是有矜持的部分，跟一些温柔的部分的那个肢体，然后你做出来的这个感觉，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有画面在这样的互动里面。老师的唱功是绝对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就是一个男性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反串一个女性，你充个时间，你要怎么样子去调整你自己的声线跟老师的互动，声音上跟老师的互动，好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如果从头到尾你是一直往前的，而没有那个柔跟荡下来的那个感觉，那就差很多。所以我觉得将来在这个部分可以做更多的调整，然后让整个你的那个态度上，让我觉得你是在比赛，你真的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嘿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。所以今天是比赛。不是表演啊。好来，看分数来。好，陈崇quyền的分數。还不错，91分。那下一次就专门为了比赛再来设计一段，那真的还蛮开心的啦。谢谢两位啊，谢谢尤老师，谢谢尤老师，谢谢。哎呀，有转多人的传统组了哈。传统第5个禮拜哦。好了，比赛之前介紹評審欣賞。李秋霞欣賞，蒼永平欣賞，羅英英欣賞，楊雲友欣賞。好來，CP 欣賞介紹題，來唱一位安尼客家嘅咩非常的至誠的一位。和藹可親。你怎麼知道他和藹可親？我選秀會時間嘛，家看都一樣。真的啊！他永遠保持他的笑容。哦，佢啲選秀會有擔任評審的工作。不是哦。他是會來探班，我就看他家準備點心的，不太家事，我安排的 V 抽等的，然後我都會一直叫他講評。冇拿錢本嘅人咧，車馬。製作單位嘅事情。是啊。好，因為現場啲安尼傳統嘅也非常嘅支持，貢獻也非常嘅大。係咯。好，安尼有請佢，嚟。我申從先生帶來平淡。嚟，聽我啦嚇。两位主持人哈，各位掌聲哈。欣賞都欣賞，一開口哦，一從口一出都冇，他冇空用個米頭，個米絲做誒，係啊，我欣賞從哪個開始就接觸客家？山歌。
你也講起來花床啊，竟然差唔多會80了。我80了。我細學嘅時陣吼，嘅7、8歲，因為當時農業社會嘛，冇乜娛樂，我屋企有耕山，有耕田，搶到了雜草收集嘅時候。種茶。滿山是山歌愛田嘅。這對是耳濡目染，是漸漸好咯。為咗講我更加好，更加專業。當時嘅是為前嗰度黐樓個前邊嚟對吧？還有邊較前邊啊？有啦，有個蔓延邊較前邊。賴碧霞先生。賴碧霞先生，王連田先生。王連田。錢木真先生。很多嘅前邊吼，從係特別嘅副院長先生來嚟到，真係當多。其他都還邊較前邊哦。當然。真係哦。做員工我是帶美術嘅熱嘅啦。家嘅歌詞很似個甜嘅。我是練習了後來創作。聽講還有寫乜個另外的歌詞啊？擂台節目啊，屬實會安放。兩位主持是你的吉太公啊。係用唱嘅法。用唱嘅法嚟。擂台呀，接了幕，屬實會安放啊。兩位呀，主愛子。是你吉太公啊！冇啦，哎呦，對，這特別連銷為的。我未講啊，10多年了我也來你來做個評審，你來參觀過一嘛？可是對呢客家電視台，第一個節目啦。唔敢。幾條方面，搭禮拜6。5點，電視打開了，古天的啦，他個捧場了，一邊的習慣啦。對。你節目嘅做唔好，馬上會看。對。講真，佢當時我哋做一套節目嘅時候，雖然係啲好細節目嘅，但是主持人啦，所有嘅工作人員、製作單位全部都當認真地做一套節目，一當辛苦。對。係啊，女先生，今日歡迎來到我哋節目唱歌俾大家聽。我非常感謝製作單位俾我哋好些機會。唔係，但是可能要麻煩咯，今日要坐到佢旁邊，做完那個客座教授。請係呢樣啦，大家參考一下啦。本來意見啊，安子姐，多謝，唱錯。好來，談我有美事嘅，女先生唱題以後，也都本來呢參賽朋友咧當好嘅示範，係啊，所以你要講下主題，你今日一定有主題，來，麻煩。好，今日主題就係封神舞台，就係你哋節目陪大家的表演啦，有一隻節目叫做封神舞台，有，有啊，你客家電視台有一隻節目啊，係大家是講人生吼，人生之中最得意、最驕傲、最瘋狂嘅事情，喺歌詞中，然後佢分享出來，然後大家共同分享佢驕傲嘅事情。好，唔過共同記得，唔記得嘛？歌詞、節拍、韻味，呢非常嘅重要，希望大家加油。今日就喺同樣就參賽朋友分享佢嘅經歷啦，嚇，佢嘅封神，較青島啊，嗬，對，較青島封神嘅。有嗎封神嘅嘛？我最封神嘅就係嘉賓我先生啊。咩？已經啊，嗬，視察嘅茶沒有天絲哈，已經啊，我看17團的嘛。哎呦。係啊，所以蒙講麼事視察看到嘅話，好冇？好吧。唔會啥嗬？好啦，嚟有隻 TV 參賽朋友。聽小燕有乜嘅風神呢？唱羅山歌。嚟睇下。今日我來大家分享，我係唱客家山歌當站到以外，那我還有一件事情，咩當風神嘅哦，係乜嘅事情呢？大家繼續看下去就知了哦。
此比赛，清风光南，山高春城啊，头西风啊。头内哟，唔会落难，那多江上啊，好大帮係，你有過幾人嘅收銀機嚇？聲音有較好咧麼？嗯，強強啊，還挺好哦。我今日糖到以後啊，哎呀，一針掉啊。用個吃奶的力去飆啊，對啊。哦，你按多些很啲生呢？生奶嘅力去飆，存到兩少呀。最一生中最豐盛嘅有乜嘅故事嚟老太家分享啊？哦，迄個作詞比賽。有作詞啊？有作詞。哦，有冇種現場一堂都冇竹東天創業咩是下去比賽啦。嘿，該竹東該是佳作啊。那個桃園的哈，就優等獎第2名，那算是第2名吧。第1名特優的，他有3個嘛。啊，優等的有3個。咁當然要參加一種比賽。是那個全國性的，台灣性的。哦，全國的哦。哇，你厲害呢！厲害呢，那文筆要很好，對呀，邏輯要對。講真的，也唔係一般人。做對的。哎呀，也真的要有嗰種天分呐。要下詞有的時候是那個靈感。靈感。神來來一筆。對，靈感。我那桃園下詞的時間，拄好去個三佛嗰邊表演啦。該下嘟嘟一天，不錯啊，這個蟲鳴鳥叫聲啊，拿來當題材啊。哦，講嘢，按嘢時就比天一名啊，就用日日。那個詞難記得，我念出來，我大概彈下。是啊。我呢下要感冒，我講。用念咗，唔知錯，係用念嘅啫。還有唔多記得咧。哦，唔記得咧，啊，可能用。因為人都是要嘅，是都調分分咧。可能用炒嘅啦。咩啊？炒咩嘢啦？你即刻寫我唔記得。有時用嘅時調那分分咧，你講水怪怪。哎呀，送拜咩是用嘅事都老詞啊，對啊，是都老詞，有個模式咧。模式差喲，是有個時差嘅危險哦。哎呀，是感冒有個當歸案啦，也就上個水咯。哎呀，唔上個水啊，我談公平，唔上個水啊。我哋辦沙發就搬水啊，啊，嚟談下公平咧。邱小老師。你啊，佢咪清大爽啊，小人字嗬，啊你美語啦，中意講嗬，氣質嗬，唔過你感冒，讓向到你傷員嘅狀況，所以幾時有講你創業人嘅輸贏數氣不足，唔知個啲嚇，你知清風講，風講嗰時嘅輸贏一下子冇嚟咧嚇。清風光啊。當然，你創作上個，你講自由人創啦，唔係講切啲嚟個當創業，唔過你還是本人感覺到你去真短，
不足。哈，还有头脑要用唔会落的 voice 周润做得冇强哈。还有拿到奖赏，唔免拿到奖赏，拿到奖赏，拿到西上到奖，奖别奖，所以用在是咬字，这是有多少会这样用到。今日贵数的表现吼，冇往上按好，继续加油。好，哎呦，恭喜大爽哦！来来，感冒啦哈。哎呀，先看一下本书来。听秀妍的粉书。又是日本一厉害呀！啊，做对了，再加油，还有2礼拜哦。好，好嘛，好，谢谢。上加鼓好了，係咪？多謝哈，多謝按住先，來撒下嚟。林采妮帶來3個字。嚟，彈下嚟。擂台比賽。所以你知道亞白年度比賽，你盼唔拿到冠軍嗎？冇法度，因為捱落去都要差3分。我都專業拜拜啊，保有力量嘅錯唔錯啊？招入了自難啊！安尼了曲人哈，一歌咗，係非常地講嘅。我從細就學習愛現打鼓，雖然一開始馬介就唔知，學習嘅過程咪真辛苦，不過有當多人鼓勵我，咪俾我當到表現嘅機會。相信今晡日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就得拿到當好嘅成績，加油哦！2位主持人哈，開啲年哈，他慶到啊哈，豐盛那個事情啊。冇啦，多才多藝啊，18般武藝啊，什麼？他光他的才藝就會幾種了，36。冇按到，冇遇到中。冇啦，就傳統嘅打鼓嘅嘛，會嘛？係打鼓嘅，還會愛現嘅嘛，用椰子殼做的那種，對不對？係，還有彈三片嘅。係，還有3片嘅喎。3片嘅喎啊，很強。鋼琴也得曉得。是我看嘛，你這全部練下傳統嘅東西。係。所以感覺按到我去動風神就錯嘅。係啊，去年到今年，嘅謝老師有請我去田春義打鼓嘅。哎呦，就樣打鼓嘅。田春義，按人哋比賽，按你旁邊啲伴奏就錯嘅。係我師。哎呀，
唱要会欣赏安尼，错嘛？哦，对。哦，已经是哦，这个成绩已经慢慢的往上。哦，係有興趣啊，欣賞就本來要幾分就去吃看啊，對啊，很棒啊，豐盛，豐盛啊，馬糖多豐盛，我驕傲啦，樣板，對嘛？唱高中，蔡丽今邊創下三個字啊，佢本身加個省吼，就清亮，我哋一般講嘅伊犁乾啊。伊犁乾，嘿，犁乾，一合適來創下三個字，但是當然一本記載嘅意見啦，吼，第一組你嘅學習才藝，一隻藝師佬主動填詞，一隻傳師吼，基本上來講，做得唱較長一些嘅韻啊，唔拉長。唔拉長糖度會按嚟闊闊，嚇，係啦，闊闊。嗰個第二我建議你係第二季、第四季人家所有書面嘅時間，唔會上鎖嘅鎖書面嘅時間嚇，假使係書來比較超的會較好。基本上唔唱咧，算1號嘅，冇問題，加油！安子這樣子，哦，所以啊，變化家庭內孫中先生唱嘅時節只有冇咁樣嘅變化嚇，所以內先生一聲嘢自然用辦。咧蔡麗小姐，頭先校長本機當到嘅建議，我也有同感，我是唔重複。對於咧戲詞襯詞的運用哈。交互運用、高互嘅變化運用，我同意呢。睇佢兩隻詞以後，全部用了。羅英老師有講過，最好咧就襯詞或者變化，那哦了呢度哈。因為談到唔係講就全部共用，兩隻詞係就了，係為咗哦嘛。到了粘土水定義六強啊，它這個是非常係強啦哈。按個特色嘅菜藝嘅當行，包括彩禮、為打鼓、為愛獻呢、為表演呢度，我哋唔係講到希望，我器材我也推動客家文化嘅興奮啊，我係強烈嘅歌手，我係拜託咧嘅歌手，韓版語吹社會上啊，利用呢啲所學嚟嘅東西呢，對呢客家山歌、客家文化重新到燃燒啊，拜託呢度咧。撫順你的啥力量，拭目以待，謝謝。糖多啦，係糖多。要啦，大家全部動用心啦，係啊，迄唔可能企到呀舞台上啊，對嘛？啊，對不對啊？是吧？哈，是，係，豐盛妹。來，看一下今個分數嚟。你唔猜呢個分數？哇！6分5分啊，恭喜耶！還有2個禮拜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謝謝，好，拼一下哈，來為咗消息，好來殺下來。片面用而家要衝落成個。係衝乜嘅講呢？唔啲咯，落成個咯。哦，佢要衝落成個。要衝落成個。我用糖都唔講，佢唔要衝落成個。要衝落成個。落成個。我唔係客家人，故所愛學習客家話，特別嘅辛苦。唔過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今日來到大家分享我哋隻外省人在學習客家文化嘅過程和成就，一路嘅心情故事，就係我最快樂嘅事情。擂台比賽，難渡過難，上台。
在众生。请问大家两位主持人哈，很用技。太厉害。哦，人爱神嘛，那个冲乱火。哎，就係因為安尼，所以嗰次啲對最豐盛嘅事情，就係因為衝客家山歌。係咩？你老爺大擂台拿到冠軍啊！但是人家講到乜嘅老爺大擂台比賽難度高啊嘛。錯啊，因為你一開始有30-40個人。愛堅持到每春季嘅，個心情就冇強讓對嘛。一開始準高，到尾來唔感覺講愛突破到全部愛去到當分，將要發出到啲6強。哦，所以老輩啲傳講，按老嘢大擂台嘅比賽當難做錯呀？唔可以當難啊，千多人愛落來，唔過呢。有啲人就講，唔識到呢個舞台，鼓手佢會緊張，來到100幾數踢，喊100幾講唔敢去嘅。哦，對，老輩有啲傳哦，因老嘢啦，就哦當難哦樣辦，講真嘅當簡單，當簡單，即同老輩比賽咁樣嘛。就先收費報名來嘛，嗬，匆匆誒在呢度一比。老輩比賽係有可能當到人哋看哦，一打比賽嗬。天師當紅看點點，一現場冇萬人，剛剛你一定係萬人啊，冇人啊。要評審欣賞啦，用我最欣賞。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。因為啲人為什麼唔係當法？你睇去摸杯嚇，為什麼當法？看到前面全部攞嘅準石頭，你就唔會驚。可能吹落杯唱歌就跟全部人當作石頭就錯過。唔好見看人嘅目珠，看下起身會驚神。全部空白腦袋，就鼓上來全部去冇被將開始去比賽時間，全部看導演，我唔可以看圈圈。哎呀，還有攝影機咧，係啊，攝影機對攝影師全部冇看到人，你當作慢陶醉在自己的夢裡。所以難怪拿冠軍啦，對嘛？咩啦，唔都好嘅啦。厲害啦，實力好啦，嚟睇一下你錄音時上嚟講評下咧。基本內容係即係從嚟落山個，講實在，呢個上任當量嗬，韓國基本個上任係去到以後，咁個就係因為呢個上任下量，所以呢個任節啊下下繞。吼，比較細一點吼，按樣應該你自家從嘅先就係加強呢個問題圖吼，冇上是從到個人嘅時間可能會標上去嘅問題可能就會幫人講吼，比如講擂台比賽吼，比賽嘅時間呢個數人統計數到1，所以用1來個人嘅時間，你彈起來吼，個人就會飄。好，大家就會注意。韓國上台監書，上台咧咧，我撈佢文講從 A， 好，你上台你就從 A， 好，按樣嗌你出頭嘅咬詞係唔大文，你就撈佢從韓國詞咧。上台。韓國保佑吼，保佑嘅時節，你兩隻是愛練起來，咁樣彈起來咪下定音聲，吼，除咗
你個文婷圖漢講你個咬字個你係字嘛吼，攞去從下文掉，其他嘅部分我去到都以後漢講真普通到，吼就係你對歌詞個熟練度，吼漢講詞性性，我想你係你本你去到當好個位所，是夢。是夢先生，唔該哦。誒，我安尼哦，來看下個分數哦。好啊，希米用嘅分數。沈梦先生，好。所以你知道要不要年度比賽，你盼望拿到冠軍嗎？冇法度，那麼難嘅呢？因為我留記都要差3分。啊，你這個有算差哦？3分。你多少年啊？到千過分啊！彩地撈賴清源。差3分哦。哦，側邊啊你啊？在邊啊？對啊，還有再加油啊，係啊，我拿個棒風來棒樣子。我做得快，我要買個棒龍做得，凊彩。冇得專業拜拜啊，保有力量嘅錯唔錯啊？冇拜嘅種嘅啦，即個剪就好。安尼，好啦，加油，好。謝謝謝謝，好來，這邊兩車，好。接下來，橋蘭點樣沖成個字？好來談。我後生嘅時間呢，親身忙照顧家庭，一生經歷酸甜苦辣，也有快樂。好彩了聲音睇嚟也親友好，一隻幸福嘅家庭係我了聲音最豐盛嘅事情。你好，好，橋蘭子哈。係啊。沖一個有幸福嘅感覺。哎呀，所以今日自由輕鬆。所以今日豐盛嘅嘅事情咧，同幸福有關係，你知道嘅。有關係吧？係，因為我是講頭個以前吼，買屋咩退款啦，生意要賒吼，老人家中風要照顧，你老大嘛吼，要照顧，家下動辛苦啦，安尼吼，我兩公婆是安尼啦，我是。唔係，我可以請個太陽板來做，醫師又做生意。太陽板請較多。我老公做中醫師，同我做太陽板，生意輪流很突安尼，真辛苦嘅。辛苦哦，真係真係。啊，你老咧生意也一拐啦，平常心講啦。係，啊外服啦，有咧，要買福田的休閒種菜啊。哎呀，開心哦，真歡喜哦。係，感覺當豐盛。嘿，我有生意我認真啦，有生我神忙大邊。有生嘅時節有時都苦啦。有。老嘅時節就要好好珍惜啦。生意要乖，主要係講生意係乖。係，要乖啦。當然要安排一隻旅行本來就去了，他怕出街，他怕台灣要酒冇去。哎呦，我有真豐盛啊，對啊，個親戚朋友啊講起來都講我當謙先啊。生意會安排嘅。好，恭喜，有安幸福嘅日嚟啊！公園有先生。江老師。
大家好，我小吉哈，我上过一号堂上1秒钟有磁性我上量1号哈，我講咧，我知道我想是談下來啊，我感覺我文章嘅調老啲樂隊和樂團呢，有多少好像我嘅調老嘅樂團未非常嘅符合，未當符，我講咧冇認真談嘅時間，也係談冇清楚是講，係通常係。當自然安然啦，我想啲係啲隻當然係大家自家做嘅歌詞哈，我知道對自家嚟做歌詞、自家嚟唱歌呢件事情係其實係非常歡喜當好嘅事情啦，當值得鼓勵的哈。我講呢押韻的部分，你歌詞講起來未當完美，可是呢，你講民間歌謠我唱到哪裡，我想乜嘅唱乜嘅，有好不可。我就唱嘛，唱愛意思啊！但是呢，喺比賽嘅時間，因為知道我跟人家老朋友也比，朋友比你好強，好，希望你。好，張老師講話就比較委婉一點。其實如果直接一點，就是你的歌詞不好。不用補這個沒有關係，老師說要有藝術美感，講話也要這個婉轉。對，那我們聽直接的好了，邱華先生。當出獎了，加油！來，好啦，我這個我來做發言，跟老蔣老師比起來，這個給他教迷啊，愛就是個愛研究，要花當面講，要冇要花當面講，要花當面唱。安尼了曲蘭哈，你的音質本來是清好，不過你冇用到你好的音質，你幾首歌嘅唱起來就當台上都該唱，一歌就欠債喲。反正馬上我唔定欠債咯，係嘛？欠債係四上條講係嘛？我一講啊，輕易拖債，所以叫來人拖債，200咩嗬？欠債唔咩一講債事情，冇按台上啦，先死嗬！咁咧你就心唔安的安師，因為你頭前是用氣聽用力的，所以你心唔安的安師，你輸音嘅時候，咁所以多少立音嘅。欠債了。所以尤其咧，因為三個字最高音係咪的音嘛，雖然最高音咪的音嘅，你氣呢係高嘅時候，你唔會感覺你唱台上嘅唱嘅時候，你會動開真鹹，所以你喺高音嘅時候，你可以帶隻假音帶過去。運用安樣型嗬，所以下回嗬，希望你嗬能夠將呢三個字，你喺度再唱嘅時候，希望你能夠改進，好嘛？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好，就這樣啊。好，來看一下個分數了啊。就來啲分數。我唱了。冇幾多隻這樣比嘅。粗皮哦。佢是傻。你看個天秀英，你看秀英姐姐個表情。分數。說不差，哎呀，做得啦，哎呀，老多安尼講到安尼，可能個分數已模糊咧。冇旁喺台上嘛，欠債事情唔好再講俾你聽，見萬錢嘅啦嗬，做得嚟，做得嚟。做出萬錢嘅，哎呀，另外買10天就。中吹啦，中水果嚇。啊來恭喜哈，幸福嘅子哈，子姐，來，準備當咗，我哋撒下來。來，請人帶來6、3個。行啦嚇。今日我係撈各位鄉親朋友來分享一下我長山歌得獎嘅故事。他鄉親朋友大家讓我加油，唔好轉台哦，行我唱下去。學唱山歌，按當年
歌唱了，比赛呀闹连天呐。超级对唱，三个字难。马银流，走得那来向前呐。请我大家两位主持人好。好。係，哇，冠軍歌手啊！係，謝謝。係啊。好多幾首歌攏喺唱冠軍，吼，伊多組嘅哈。四組誒。四組，木卡白落嚟啊！嚇，我落杯買一隻烏嘅嚟空。我冇買搭 T 嚟標嚇。冇幾多隻這樣比嘅。嚇，個西方啊，種設計啊，就冇去啊，希望本人鬧啊。用版用版本人鬧。哎呦，人家會冠軍人走過來，我哋會唱。粗皮哦。佢是傻。你看個天秀英，你看秀英姐姐嘅表情。你咪是邊個諗到？你從頭冠軍而去拍雜片嗬，你會本人鬧。哦，所以青沙皮嘅冠軍得當多。係。千祈望係乜嘅？而家係要乜嘅望得到？你係拜年兔嘅啊？你拜啊？年兔冇哦。盲索啦。已經個季冠軍嘛，所以3名以內拼年兔嘛，所以一拜佢哋拼一拜冠軍係2禮拜。好嘞，參教總，好嘞。賴先生佢本身一個音質清好，一個聲也係一亮啦嗬。假使一本建議就講，喺咪唱嘅時間要多少去注意嗬，因為唔出力丹田力有啦，上下會變唱歌啦，歌頭嚟嗬，有啲係鹽嘅鹽唱嘅鹽嗬，有啲人唱唔拉歌，而唱嘅唔係，而唱嘅有啲比嘅樂吹要卡高一些些咧嗬，上下要收個聲音啊，歌嘅就。天意機鬧連田嘅田嗬，根本人唱嘅田詩嗬，有啲會填嘅唔拉長嘅。比賽啊鬧連天啊！照人嘅戲來講，應該要唱到有拉長，收益實實咧嚇，比起。來向前嘅前就冇同樣了，來向前嘅前唱來非常安好，嚇。但是鬧連田嘅田詩嗬，就要較欠點一些咧。假使有辦法，一天有辦法嘅啦，係唱到向前嘅前安呢，填都要暗唱，安尼就滿點。哦，做反面也謝謝，反點，好，謝老師。係，溫先生。聽教長本嘅建議呢，我順實人與實接法人講，好唱山歌按多年，我用按多年，你是從按多年往上衝的哈。下面一個多又是二聲字，變成講好唱山歌按多年，這樣子的話，我認為對山歌嘅架構來講啊。係咪咧值得商榷來切磋來探討？兩邊來運用，你係山歌容易好，
软，好流利，好好听。好，徐梦先生，懂好建议啊，讲真的，走走哈，安尼还要看一下人家分数呢，来看分数。来，请人的分数。徐梦先生。呀，这其他应该一男轮兵的。哎呀，剩2礼拜后都冇碟词，冇乜嘅哦，係冇冇嚟哦。你線上機俾咩都唔得碟詞我俾人 我俾人笑。碟詞，什麼關鍵？你係咪碟詞？好了哈，咁這些，先恭喜哦。好，我哋準備朗讀。我哋撒下來。范晴海帶來平板。來，等我啦。我聲音真傻逼嘅，係兩個送出嚟嘅熱愛。还服侍基督榜样，很还是后生是非常善良大病，还让新路我嘅一圈提示，也提示全部睇咧，做条路非常嘅严峻，行为也非常嘅短暂，很兄弟姊妹也非常嘅苦恼，所以我也感觉非常嘅安慰嘅之中。哎，请开歌，两位主持人。开歌。好，因為啲青沙皮嘅聽到吼，起定重機吼。環島，都冇放到歌，都冇得到歌啊！呸呸呸！你下閒咧呢？一下閒咧。係啊，下閒少好去撩啊。哦，一係咁樣唔青沙皮嘅。咩？哦咩？這個還不是哦。哦，得到安尼竹東田傳人嘅冠軍，哦，啊個。咩啊？一嚟錢人睇嗰條奧秘，要係完咗唔錯地。咩啦？翻錢嘅。咩啊？哦，嚟錢開。誒，係熱愛啊。也唔是像你下人講係，像我老也係送到讓路人。哦。係，係我完全自家是少來奉事基督榜樣啊。哇！係啊，自己的長輩，父母親。係。成員呢，吼，從我哋下後生嘅時節是三幫大兵做，做咗成員呢啲下，全部行為當規矩非常嘅正，哦，唔係長遠講係是弱嘅也係樣板一係啊，唔係，喺做條路佢咪文創，雖然唔係講傳統到錢，但是佢當認真去做佢條路，錢，但佢傳錢哦。大概也得潤的為樂啊，樣樣是當好咧，還是講輕快樂，講真的啊。教育上啊，你也唔是以後啦。係啊，我叫人之是後生嘅時間嘛變，啊你就你欠債嘅啦，阿姨冇講得太曬。係啊，啊人人啊，誒多老誒。
哦，啊做香火，生意啊太又乖，我自己要赚钱。係啊。哦。係見要做安排一些家事嘅。就好，我門長門短啊。識包膜，我一年膜，我半年膜，係不關心啦。出來了膜，真的很好，係啊。他們希望都落的時間呀。對對。哦，冇俾人送到養老院去。唔會啦。我都個費用送得嚟嘛，係送去曬太陽。貴袋喲。哦，貴袋。貴袋。曬一條又唔曬好來，曬一般的你。伊咧有，伊咧拍。希望唔好多一種嘢咧，啊，拜託提供嘅。好嘞。羅伊老師。啊，羅老師嚇。請回台講吼，我感覺我基本上係平板啊，可能係輕鬆嘅心情來創咧，所以談起來呢個實力吼，還係非常嘅好。好，不過係講你係上任表現圖啊，全部係呢個優點。好，所以實下啦，我上係本到建議吼，就係從我記得我本來在學嘅聲樂的時候，哦，意大利的老師教我哋講，佢講你。用個法圖老師才呢個嘴讀就有共鳴，好，喺我哋就練習個神馬嘅運動聯動球，好，你就要表現到我該當時線上嘅繞球，唔過咧，還有一個問題就出現，就係因為你個共鳴在你的口腔裡很圓潤，唔過就會變成你嘴唇嘅咬字還冇清楚，好，譬如講挑戰兩隻詞吼。好見咯，好，你只烏度見，嗬，你只兩隻字彈起來就懵懵。好見了父乃母啊！所以冇可能是就會像你從乜解，好，談到父母，長啲昂係從好見父母，好，所以應該上任。總得單強才呢個最多，因為撈佢發出去，傳到人，唔過就係傳到清楚，嚇。了就係我哋始終係啷講解，嚇，就係我上任當好，唔過我係咬死聽錯，我係加強，韓國聽呢句嚇，賺錢，嚇，了只錢應該潤，係唔係就個思考一下，撈佢轉到喊下降，數枚數到喊下降，喊下本應取得有回味的感覺，我想安樣先。貴則彈起來，不喊下好彈，喊下將嘅三個，沈夢。好，沈夢老師，謝謝，沈夢。再來看張老師。范先生啊，我覺得你係比較直爽，哈，可能你個性也好直爽哈，所以唱出來因為都安尼起承轉合兩種啊，從安尼安咯，常常你寫書法。你是寫到按動靜來寫哈，可是像是因為有的書有因為從那行書啊草書，其實就動到個空間揮舞的空間又不易表現，而且呢從上去從三個字的時間，很做得按很豪邁的，按從那平板的時間，做得按從到我們的心裡面去，你講一個故事又要委婉唱出來。好，而且呢，我是喊你還蠻清楚，但是呢，材料係用上方面，而且呢，我有一些期待，希望能擺到啲堂度當又清、當又完美嘅一個平板條，才能唱出來。沈夢老師，謝謝，謝謝。好，來分享個分數。係，單請開分數。哇！有錢咧，可能分數清高嗬。先生嘅個最大威脅哦嚇，差多啊！好啦，恭喜2禮拜，好嘛？好，謝謝，啊，專業當中，謝謝。好，今日嘅比賽都呀哈告一段落哈，安尼呀參賽朋友全部動厲害，還有2禮拜過後都得安尼冠軍歌手係萬人咧，一定來看咱節目哈。好啊。還有大家好唱歌，夾夾來報名。用嚟報名呢，報名專線099-388-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-2777-8231。好，按姿勢等下得到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我們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各位老師，謝謝，按姿勢。
是梦长水长，加油喽！再来是梦小飘。谢谢老师们，谢谢。还有所有的工作同仁们，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！哎呀，辛苦你们了。同时，大家我们记得了，下礼拜同一到时间的时间呢，老热大擂台，老热跳下來。